我想攞多少少資料嘅第一個問題就係我想問下嗰800幾間入邊咧，新設立同埋擴充嘅比例，唔知有冇呢個數據嚇？嗰個數字係點樣？如果擴充嘅可唔可以再有少少分類？咁呢個第時對我哋去評估嘅情況咧，會更加清晰嚇。咁如果有可以提供，冇可以之後書面俾我哋啦。咁另外一個我更加關心係初創嘅，因為其實我哋而家有啲人覺得我哋淨係重點擺喺啲大企業度，其實初創嚟香港咧都係好重要，吸引全球呢方面嘅創業團隊或者精英嚟香港都好緊要。咁而家呢度我哋睇話到24年首9個月咧，就支援咗104間內地同海外初創。咁我覺得呢個數仲有好多進步空間嘅。咁呢度入邊第一就係內地同海外又係一樣啦，有冇多少少 breakdown 啦，即係個比例係幾多咧個數目。第二就係咧，其實喺呢度初創嗰度，我哋會唔會呢段時間有冇累積咗啲經驗啦？有啲乜嘢痛點我哋可以再增加我哋嘅支援，去令到呢啲初創企業咧更加多海外或者國際呢啲團隊嚟香港。跟住另外好快帶一帶就係第20點嗰度，講大灣區發展事務。因為我發覺而家好多企業嚟香港咧，就未必完全100%擺香港啊。有好多企業嚟香港會覺得有部分可以擺香港，有部分擺喺大灣區。咁呢個可能令到我哋吸引到更加多客。咁所以呢個大灣區發展事務嗰度，我想問下處方，如果類似呢啲咁嘅情況，我哋有冇同大灣區其他城市一齊合作啊？即係點樣去傾啊？有部分擺香港，有啲譬如擺喺深圳、東莞或者擺其他城市。咁呢個大灣區點樣推動咧？唔該。